还有庆祝中华民国108回生日，进前民团大学的金彩金穗已经甲大家见过面。再起台北教育大学的国庆亲善的大赛嘛献光了，佮特别针对着真情抗议的突发状况来做演练。 国庆金彩金穗纷纷公开，伫民团大学以后，台北教育大学资深亲善大赛评论时安怎训练呢？1、2。像安尼训练平衡感、甲脚的耐力，或者个动作更较优雅，要过要做国庆的金彩金穗，安尼佫无够，嘛要考验临时的反应。最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？陈抗的部分。抗议社会不公。若惊拄到民众的抗议，都要有准备。 我非常理解您的需求，但是因为典礼正在进行中，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兵团的管理权益，我们可以到后方，那里会有专人协助您处理。我们这边请我带您过去。面对各种的状况，拢要有心理准备，练好基本的功夫，就是要协助10月70国庆日一切顺利，小兵卖使立大功。